最近天氣真係超級潮濕啊，懶溶溶嘅我無時無刻都要躺平㗎。講個煮飯攻略俾你知啊，就係用李錦記煲煲足料系列，可以輕鬆10分鐘煮好大餐。今日用秘製鹹菜胡椒豬骨火鍋湯料包整鹹菜胡椒海鮮豆腐粉絲煲，材料當然包括李錦記火鍋湯料包、新鮮蝦、墨魚、豆腐、大白菜同埋粉絲，用薑同蒜爆香隻鑊，再放勁多高嘅蝦頭落去，跟住用埋李錦記火鍋湯料包裡面嘅特製鹹菜，加適量嘅水，然後 all together 一齊炒，就係咁簡單。啲蝦膏同埋啲鹹菜就會將埋一齊噶啦。夾起蝦殼唔要，你睇下真係勁多鹹菜啊！再放埋主角豬骨火鍋上湯落去，豬骨火鍋上湯採用精選豬骨原料調配而成，湯底味道鮮甜，肉味豐富。記得跟手放適量嘅水落去，然後攪攪撈勻佢，然後將所有食材逐一放入個煲裡面。最後拎埋湯包裡面嘅原粒白胡椒，李錦記湯包裡面所有材料都可以因應自己嘅喜好嚟到調校，中意落幾多就幾多，10分鐘搞掂，食得開餐咯 ！Cheers！ 啲粉絲索晒啲豬骨湯底，好鮮甜啊！鹹菜酸酸甜甜，勁開胃啊！有白胡椒助攻，令到啲大白菜勁惹味啊！原來用火鍋湯料包咁樣滾蝦，啲蝦嘅鮮味出晒嚟啊！一滴汁都唔可以嘥噶，好味道湯都要飲埋先滿足啊！李錦記煲煲足料系列，差款唔同口味任你揀，真係成個禮拜日日都有驚喜啊！而家百佳同惠康都有得賣啦，快啲入貨啦！